女人中意手握嘅春帶財，男人亦都中意掛件嘅春帶財。呢度擺嘅貨每一件都係獨一無二。掛件大家都知道係睇工，今日同大家分享一下呢啲掛件，唔單止有工，更重要佢有種水同埋色。好色之人呢，先睇呢個綠色，呢個係一個錘形，光睇呢個顏色係咪就好辣啦？我哋通過輕輕嘅浮雕，將成嚿石頭嘅好自然嘅狀態表現出嚟，大自然嘅鬼斧神工一樣，就係一個大師公啦。女人中意手握嘅春帶財，男人亦都中意掛件嘅春帶財，一生富碌，飛黃騰達嘅意思。甜甜圈式嘅平安球，特意做咗一啲金嘅鏤空，睇睇呢啲都係起膠感嘅掛件啦。每一件喺我睇嚟都係好愛不釋手嘅，所以有時候錢錢唔怕大家揾靚貨，只要你哋有需要都可以幫你哋。有中意嘅朋友可以同錢錢交流一下，我係錢錢，賣翡翠唔踩坑。